再来看到台南后壁区的乌树林大火是已经过到13天，经过一延一延，把这废弃物挖开泉水降温了后，伫咧昨暗11点半左右，总算是完全甲火拍花。所以来会阁加强巡查监控。台南市长黄伟德伫面册表示，乌树林占地场的火已经伫12月初3暗时11点半完全拍花。这场火是对11月21开始烧到12月初3，前后13天。离乌树林占地场上无4-5分钟车停的台南东区甲永康等等行政区，也是会当闻到塑胶味，也是臭灰大味。感觉让人家会呼吸比较有点不舒服，比前阵子好多了啦。但是这几天就那个空气就还是觉得。就是很不舒服那感觉。东区有闻到味道，永康那边也有。所以你这边是中西区没有的，可能风向不一样吧。有民众到搭拢抑阁唔敢开窗仔门，不过成功大学是表示，学校教职员工、师生拢无反映有怪味。如果环保局有发布空污警讯的话，也会提醒老师跟学生，这个教职员工生特别注意的一个事情。它产生的污染，或许是在挖的过程中浇水会有，但是我们在下风处，我们还是有几个特定的点比较临近，有造成影响的，我们还是有在做监测。市府表示，无接到检举反映市区出现臭味，不过民间团体认为，只要烧金纸就会有怪味。何况这届烧的面积遐尼大，对市政府感觉无异常，态度真保留。那个也很严重呢，我感觉台南环保局对这个问题有够无责任的。然后中央环境部应该嘛有迄个稽查的大队。拢无动作吗？洪秀局呼吁地方甲中央针对这种大型的占地场，定管理办法甲火灾防范标准作业听书，因为风台逐当拢有可能侵蚀台湾，大量灾后的废弃物出现，恐惊袂干那一届尔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